觀眾入場券。韓國自駕遊一應最貼地嘅享受。哇！真係好甜啊！呢個真係韓國嘅似啊！松葉蟹大餐呢個應該係2.幾公斤。呢啲係小腸同大腸，超好食！自由的旅行者，星期1、2、4、5晚8點半，82台 TVB Plus。2號客運大樓啟用，專注針對客離港設施啟用，旅客體驗全面提升。15間航空公司進駐，用全新智能行李航空設施，旅客出境更方便快捷。T1 係針對長途客，T2 係針對乘搭區域性航班嘅乘客。客群多元化，佢哋對商戶需求一定唔一樣。大樓四通八達，同機場快線月台、1號客運大樓及3號停車場無縫連接。呢個項目完成之後，我深信機場會成為推動香港發展嘅強大引擎。非常一致2，星期日晚8點半，翡翠台。翻到嚟睇第2場啦，4班160米啦，咁啊但係熱門就落咗喺7號馬嘅準希望身上喎，位置都相當之熱嘅1.0嘅啫，呢一邊就36蚊啦，咁啊贏咗頭象嘅尤達榮呢，呢一場就冇派馬上陣啦，至於周俊樂咧就冷門巴閉睇嘅，依家就27倍啦，咁啊網網嗰啲熱門咧就上落唔大咯。騎師王咧，而家見到周俊樂啦，就先攞咗個12分啦，佢個賠率7.5倍，落到3.5倍，加到未有分嘅。咁啊，另外見到其他騎師嗰度攞咗個4分啦，35倍回到40倍，黃寶妮咧都攞咗個6分嘅，55倍回到85倍。佢馬師王啦，嗰12分啦就俾尤達榮攞咗啦，佢35倍落到去15倍都落咗好多，之後仲有4匹嘅出賽馬嘅，高東尼咧都攞咗個6分嘅，而家咧就係3.5倍回咗少少飛喎。咁睇下下邊仲有一版嘅，呢版咧呂健威嗰度攞咗個4分啦，回到150倍啦。第一號馬天嘅多寶估計10蚊一注獨中，彩金可以高達300萬，場次係有2、3場嘅，即係呢場開始過。仲有個6寶獎嘅多寶嘅，估計10蚊一注獨中，彩金可以高達500萬，有第4場開始。咁呢一場呢，就係4班嘅1里啦，咁今期咧都拆咗2組嘅，咁呢組個水準其實都唔係好高嘅咋，嗱高高至高啦，上次就有上名啦，其他嗰啲上場都冇上過名添。